台南市去年总共成立405队防疫志工队，针对社区各角落进行巡查以及卫教宣导，落实巡、导、清、刷等防疫措施，大大减少白目网的滋生。也因为有这群志工朋友以及市府共同的努力，互咱市今年无出现天狗的本土的病例。为了感谢各区防疫志工，市长黄伟特30日特别出席表扬典礼，亲自颁发奖座甲奖金。东区崇文里由我们的陈焕元里长代表抽奖，感受一下登革热曾经在5年前对台南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，包括感染者，还有包括因此而不幸罹难的市民朋友，也对台南的整体的形象跟这个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。那所以说，从那个时候赖前市长就立志把这个登革热要根除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大家都做得不错。那做得不错，除了仰赖我们环保局跟卫生局的同仁大家一起努力，还有许多里长许多区长共同努力之外，更重要的也需要很多的志工的帮忙。志工是可以说登革热防治的尖兵。那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清除自然源，然后这个也告知这个市政府的同仁哪里有这个滋生源。我们觉得这部分谢谢他们的帮忙。卫生局呼吁，天狗热是一种社区传染病，防治若要成功，就需要全体市民做伙动起来，主动做好巡、导、清、刷等防疫措施，避免白目网滋生，做伙为你我的健康打拼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